喺珠海北站咧，首期3萬，月供3000蚊咧，入住海景第3房。咁社區咧仲自帶咗溫泉會所嘅，同埋體育館。咁住呢度咧，吹吹海風咧，遊翻幾圈，呢啲先係叫大灣區嘅度假生活噶嘛。而且樓下咧就係商業街噶啦，咩都齊晒噶啦，一個月30日，日日唔同都冇問題啊！落樓飲翻個早茶，香港揾錢終身使，咁先過癮啊嘛！咁我哋屋苑門口咧就係香港直通巴，除咗之外咧仲有輕軌站嘅。咁我哋3個字咧就去到澳門噶啦，4個字去到錦珠澳大橋關口嘅。咁我哋仲可以直通到香港西九龍嗰邊。呢個單位咧，我認為性價比最高嘅，幾十萬可以上車，1000零幾尺，做到3房2廳2衛2陽台，個陽台有7米咁長，夠晒你玩啦。同埋咧，我哋東南陽係望海嘅，西南陽望山嘅，前面300米冇任何遮擋。依家我哋呢度係送埋全屋嘅裝修同埋全屋嘅家私電器啦，做到咧係真正嘅拎包入住啊！相信咁樣啲3房你哋都會中意嘅，歡迎WhatsApp我啊！